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日到访后来老大家介绍运动。那我顺头的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正刚。然后一篇是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高景荣。今日我老大家共好来做运动哦，准备好吗？我们先开始今日的暖身运动。那暖身运动来讲，走人头1000一天会走，这样子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好后之后，柔软度变好，人头还不会受伤害哦。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咯。首先呢，两只脚与肩头偏宽哈，然后手放在我们的腰部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做整脚顺出来，脚盘翘起来，对，好，再来往左边。脚盘翘起来，很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好，我们连续动作哦，左边，嘿，正边，很好，左边，好，记得哦，走人头的时候呢，肚12脚力，好，我们要自然的呼吸哦。好，吸气从鼻子，吐气从嘴巴，好，吸，吐气。好，搞整脚，左脚，对，整脚，左脚，很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左脚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所用搞一点肩头哈，怎么做呢？来，先开始肩头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右边的肩头先拱起来。然后往后转一圈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够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转一圈，好，来左边吸，吐气，变下来，左边够了一遍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我们再来两边一起做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，够了走3遍哦，来1。哎，这时候可以画更大圈一点哦。2、3，嘿，不用放松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做的是绕手、绕脚向下走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走手伸出来，脚尖点地。哦，整手伸出来，脚尖1，很好，走脚。好，我们连续动作哦。好，我们来走500哈，左脚很好，来整脚，左脚。啊，手伸出来的话哈，跟肩头平时候，莫卡挺高哈，平时走的很好，够了100。好，放轻松。接下来呢，两只脚跟肩头平宽哈，溜个裤一滴滴的时候，手伸出来，好像游泳一样，来滑。滑，嘿，对，来整熟，走熟，整熟，走熟，像划水一样哦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走了好几个动作之后，你有感觉你的身体热热的感觉，好像是对的哟。好，走熟，整熟，走熟，好，来回来放轻松。好，注意每一道动作，我们要活动你的脚盘哈，然后两只手叉腰，好，接着呢，你脚盘要转一转，因为走人头啊，脚盘也要有活动度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右脚先整脚散，好，慢慢的转一圈，好，慢慢的转，整脚，好，来放轻松，往左脚，还够转，对，慢慢的转，很好，对，再来。好，那转的时候是不会有痛的感觉哈。好，慢慢转，好，来放轻松。今天这个暖身运动走开之后呢，规身的身体的关节和肌肉，你都觉得黏黏。用走人头呢是好不会受伤，准备好吗？你等下时候来走人头咯。各位乡亲朋友，特先做好暖身运动。
接下来呢，你手来走紧密的运动哦。紧密的走运动呢，是针对我们坐骨神经痛。各位叔公阿爸，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症状哈？就是平常啊，不止腰骨会酸痛，还该酸痛吼会扯到你的抬脚臂、膝脚臂，哈，为妈妈痛痛的感觉。那有可能就是坐骨神经痛的症状。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，记得要看先生哦。那也可以天天在里头给你强下来做运动哦哈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，绕熟，把我们的骨盆两边。然后要做的是骨盆卷起来，然后再向后背翘起来的动作。我们打结了走一遍哈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肚时出力，把我们的骨盆往前面卷，好，跟起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向后背翘起来。好，这里只有牙尖有动作，其他的体缝都放轻松。过来走一遍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跟起来，嘿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是不是后背翘起来？好，过走一遍了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跟起来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嘿，翘起来，好，我们连续做5次，吸，吐气，向后背翘起来。再来吸气，慢慢的跟起来，好，吐气，往后翘起来哈，肩膀要放轻松，好，过来一遍，第3次哦，来卷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翘起来，好，第4次，来跟起来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往屁股后面翘起来。好，最后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卷起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往后面翘起来。好，放轻松。哦，现在你有凑点来走人头。刚刚的骨盆卷起来的动作，对我们的核心肌肉是很有帮助，而且走盖动作的时候不会痛。假使你走会痛的话，记得那就停下来，不要做哈。好，停一道动作呢，我们要做的是用招数看看半的那起头，然后吸口气，慢慢呢把我们的起头往我们的胸前靠近哈。好，这时候肚子会用力了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脚放下来。好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身体不会往前往后晃哈，打蹬打拳哈，肚时会用力。你往左脚go走一遍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左脚慢慢的往我们的胸前来，很好，来吸一口气哦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你要往整脚。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，嘿，往我们的胸前拉，不能会打雀咯，不可以弯腰驼背哈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气头再往上拉，靠近。这时候，你抬脚比后背还有使我的后背肌肉是被拉直的哈，整个是被伸展开来的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放下来。我们走偏哦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，对，往我们的胸前赖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够赖好爽的了。你有感觉你的是我后背肌肉是赖到很啊，哦，这样是对的哈，可是不会痛哦。假使你赖没按够，你是赖到100，像我们正刚老师这样是走对了哈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过来一遍哦，来吸。吐气的时候，整脚慢慢的拉上来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左脚吸口气。吐气，脚卡起来，很好。来吸气的时候，吐气，狗绕、熟绕，起头再往上抬一点点。
很好哦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哈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从脚骨扁下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脚慢慢的拉起来。好，背囊会打气咯，这时候唔做得背咕咕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脚慢慢的扁下来，稳住脚哦。好，来，脚拉起来，很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哦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慢慢的让脚扁下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做的动作呢，你让你的整脚，好，翘起来，强强的扁下你的左脚。好，那这时候注意一下哦，一样，我们坐在椅子只有坐一半的位手哈，好，莫全部走，然后背囊挺起来，莫背咕咕，好，要挺起来，整熟扁下你的整片的膝头，左手。看看它摆到你的踝关节这里就好了哈，然后在这边用整熟的力量，慢慢的让你的膝头切下去。这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大腿内侧的肌肉，本来都很的感觉哈，很好。然后吸气，吐气，整熟勾出力，再往下压一点点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变轻松。好，假使向亲朋友吼，你莫按偏，你走的脚可能只有这样翘起来没有关系，你只停在这里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熟慢慢的往下压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好，吐气的时候呢再放轻松，你也往左脚哈，好，把整脚变下来，左脚一样放在我们的整脚上面哈。左手变成膝头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下压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变轻松。你搞了一遍哦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左手，对，把你的膝头轻轻的往下压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慢慢的放轻松。好，脚变下来。我们现在要加上身体的动作哈，让整脚盘起来，一样整熟变下膝头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身体慢慢的向后前。你会感觉你背囊还有大腿后侧的肌肉来到很啊很了哈。来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，身体回来，脚变下来。我们再往左脚，哈，左脚一样盘起来，左手变在膝头，哈，正手变在脚盘的地方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身体眼睛可以提那一下，然后背囊切切往前弯。好，你会感觉抬脚比后背，还有背囊的肌肉被拉得很紧，很的感觉。然后吸口气，吐气，再慢慢的放起来。然后吸气，吐气，让脚变下来。好，那以上的动作呢，是针对如果你下肢有酸软痛、问妈妈 BB 的朋友来讲吼，师傅卡做都有好哦吼，记得多做运动对身体是好的。今天石萌大家。长了了，再见。